看，你看，扁平的，你看。好，按了，你准，我赶紧准，赶紧准。不要乱用了，不要乱用了啊！来把这个迷你警告送你2,500。你黯然啊，很神奇啊！真正送你，真正送你。我从上一款了哈，你也是5月的，快点快点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乌克丽丽。哦，就这首歌。这个旋钮呢，我们就称之为它逆鼓，脖子是不是也很长，很像虫一样？然后它有身体，在它的身体都会唱歌。左点右点，跳跳跳，跳到大风摇，起起大声跳。你走水猫啊？有没有？动一下就不会想睡了。哎，我们叫爸爸可以看。不要不要很好。哇！哎，跟着叫，跟着叫，不要玩，不要。咩咩咩。打呀！好，那我要让你。哎呀！扎够你的万一后，真的你学一次。你已经讲出来了，你不可以漏。你的那个，你在干嘛？给个狗椅，给个狗椅。你是小心再小一点，有没有抓？这是紧点。你会走走呀？大风吹叫开风吹，来讲先转变，开风吹。开风吹。吹嘛给。然后你要讲吹有什么的人？有眼睛的人。吹有眼睛的人哦，有眼睛的人都换椅子，赶快，换椅子。没有换，那直接是换椅子。乱讲啊！哎呀，地脚的来。来，这游戏什么？天天游戏什么？我们身上现在很炸。穿毛衣的，穿毛衣啊，摸。穿有法式的人。又没有。全部都没掉跑啊！他们会有蛇的人啊！全部的人。有皮肤的人快！穿长裤。穿裤的人。穿长裤的人。对，不用走，不用走。那每个植物都不一样，会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长大，对不对？才会长得很好。种子落，爱种子落，爱种，因为将给它，种落来有力度，那不容易，在你的。
听了。